搞定他们。怎么样？而高原再次站在了罚球线上，我们这一次看能不能投进呢？好，他出手了，漂亮，投进了，好球！现在省实验中学请求暂停。高原室温休息，向杰、严雨峰上场。大家注意啊，掌握节奏，适应节奏，不要着急。还有你们两个注意成功率，求稳，明白吗？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好，现在比赛继续。这次呢，省实验中学一口气换上了2个人，分别是11号得分后卫严雨峰和10号大前锋向杰。看看他们能否扭转颓势呢？好，现在严雨峰抢断成功，加油！快攻，把球交给向杰，好球球进了。这个时候铁刚开始反击了，空位，球进了。省实验的球员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现在双方是死咬紧的比分。肖翟勇拿到球，球传给了严雨峰。这第一场比赛，我一定要赢，没有人可以阻挡我。一定要进！我就说了，中看不中用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你好了，别吵了。你会不会打球啊？不会打球，把球传给我。教练，严雨峰有点紧张。状态自己找，我相信他没问题。这是怎么了？振作起来，振作起来！严雨峰加油！现在是欧阳明进攻。哦，一个盖帽，有没有进？首先换上了2位新的球员，严雨峰和向杰之后，全队的气势和节奏都有了大大的提升。看来板凳球员发挥了奇效啊！好，这个时候严雨峰进攻了，好球！严雨峰得分。他们谁啊？4中的人。吴阳，你觉得哪个队会赢啊？我希望省实验中学能赢，这样我才能报仇。他们来干嘛？教练，我要上场。省实验中学现在实力不简单呐，不仅有高原和韩大柱，还有那几个1年级的新生，特别是那个11号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们是不是赢不了了？向杰跟严雨峰都上了，还差10多分呢。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都怪王学超那个老家伙，他当初要把我选进校队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比分偏差呀？你要能进校队，我就是教练。你别说话。加油！注意防守！带球撞人！我没撞他。还有20秒，这个球一定要进。球交给你了。传球！雷锋传球！挡拆啊！挡拆！传给我！传啊！严雨峰没时间了。这球吹到就是无效，进球无效。为什么无效？为什么呀？上半场结束，时间到了。我也有机会，你为什么不把球传给我啊？
你能不能不这么赌？你什么眼神啊？我有2次机会，你全部给我球。我让你上来挡拆，你为什么不过来？叶长风那个时候已经看见你了，我要传给你肯定被断，白痴啊你！切，你就想自己逞英雄，怎么样？今天演砸了吧？大白痴，没脑子。行了，你俩别吵了行不行？还嫌不够烦啊？现在落后11分，还没到绝境的时候呢。对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力量用到一处。上半场他们那么拼，下半场肯定没力气了。所以只要我们挺得住，就一定能赢啊！你们俩打的都还不错，严一峰，下半场呢不要有思想包袱，好好打，没问题的。来，加油！来，加油！加油！严雨峰加油！严雨峰加油！严雨峰加油！敌人！加油！尚杰，加油！看来省实验招的这帮新人还挺不错的啊。看来铁刚有点悬了，体力跟不上了。裁判，暂停！铁刚，过来！暂停。怎么让人追上来了？很好，打得不错啊，向杰打得非常好，保持住啊！来，加油！你们慌什么？我们还领先，继续给我死防。经理，你继续给我盯10号，不行给我上点动作。叶长风，你继续盯11号，记住，一定要把比赛给我拿下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比赛进入了僵持阶段，这个时候比分一定要咬紧，每一个失误都可能是致命的打击。小心我的速度！向杰干嘛呢？向杰！冰雪！小心！失误！这个时候怎么能失误啊？白痴！好，输球不能输气势，看我的！郑时验，加油！郑时验！比赛进入下半场以后呢，双方的差距在逐渐缩小。现在是7号翟勇带球，张琛，他在找机会。好，把球传给了韩大柱，韩大柱投篮。可惜这个球没有进，篮板球！上篮板。沈之燕丢掉了这个篮板球，这球就应该给向杰，开始反击，跟给严雨峰，给向杰。严雨峰。好，现在叶长风带球，球过了中线。好，一个假动作换过了翟勇，出手了。可惜这个球没有进，来这边，球权还在铁刚手里。哎呀，球怎么又落他手里了？这个叶长风太厉害了！敌人！好，叶长风，漂亮，3分球进了，比分再次被拉开，现在铁刚领先5分。过来！一会儿我们抢3分，待会儿对方肯定要投外线，所以我们要重点防3分。翟勇发球给高原，高原投篮，如果不进的话，抢下篮板再给他。特别是高原，上一期就是他靠最后的3分球绝杀了4中，所以我们要重点盯防。还有，咱们有机会赢，一定会赢的，不要放弃。如果放弃的话，比赛就结束了，明白了吗？只要坚持30秒，胜利就属于我们了。来，大家加油！1、2、3，加油！来，加油！1、2、3，加油！严雨峰3步
严雨峰稳住啊！一定要进啊！一定要进啊！裁判，暂停，暂停。听好，听好啊！稳住，稳住！先不要犯规，一犯规对方就投篮。如果拦不住的话，这个篮板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胜负，所以死也要拿下篮板。我们还领先，比赛还剩下30秒，我们把时间压到最后一刻，我们就赢了。但是我们没有暂停了。把球传给严云峰或者高原，快速推进，有机会就出手啊！2分打加时，3分绝杀，要抱着决胜的心去出手，明白了吗？ 1、2、3，加油！加油！